在台政11年创立，民国23年改做私立南门幼稚园，后来在民国35年5月改名做台南市立第一幼稚园。创园到今已经80栋，经过时代改变，一直深耕幼儿教育。80多年来，培育无数，已经成为台南在地重要的教育文化象征。今年嘛是已有80岁生日，学校特别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，邀请历届校友回来后头厝，做伙为母校庆祝。是我们台南市立第一幼儿园80周年的校庆，那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长官跟各界的贵宾，还有历届的校友，还有曾经在我们学校服务过的教职员工一起来参加。那我们就是希望借着80周年的校庆，凝聚社会跟学校的向心力，然后让我们一幼的这个美好的园地可以在幼教界发扬光大。我们在2楼也有征集老照片的活动，从大正11年开始到现在，然后到民国35年起光复后改制成台南市立第一幼儿园的各界校友汇集过来的照片，都在2楼做出珍贵的展览，然后有展览一些我们过去辉煌的校史跟一些历史的记忆，包括校服，然后使用过的桌椅，然后还有一些玩具等。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重温童年的回忆。这摆校庆嘛规划老相片展览。展出对民国35年到115年间的珍贵画面，对早年黑白相片到现代彩色记录，和参与校友做伙回忆。我摕一张照片，37年毕业的合照。你有查来哦？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有伫咯，伫顶悬，伊怎么伫咧照片上面？看到，敢会足欢喜，足怀念的。当然咯，我拢定拢有遮过底看到，拄啊昨看到。公告，我80周年，我关来个，祝福。我本来是有那时候的相片的啦，但是回去老家翻箱倒柜的找，怎么样都找不到。那时候我父亲为了我的相片，还特地到照相馆去加印，去加印。然后我看了就觉得很温暖啊，很高兴。有找到自己吗？对，有，他们找他们那一届。哦，是。庆祝大会嘛邀请建庆高中拍歌队表演，以及正下国小舞蹈班再来精彩演出，展现下区共赢的情谊。而当头戏则是全体亲属生校友共同为学校庆生，在歌声当中小酒迈向后一个美好的10冬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